那个，安呢？啊，你叫有没有？你头伸出去，张梅叫。张梅，就按你走。他知道我们来了嘞，跟着他走就可以了。对，走吧。太热了，哎呀，走。啊。一放那边可以吗？可以。走。啊。这里。这里要车的停时的，一车那先不谈。辛苦么多啊！你几包？你几包啊？你安尼？看那个人。好像没什么。啊？没什么什么？哦。规则，不知道的。哪里？哦。这是谁的吗？
这叫什么？哦，你要这是呢？那这，我都可，你找嘞？那回来过去不等一会儿了。哇，那么多人啊！这全部村子里面的吗？全部吗？啊。安内他们帐篷在哪里？没有吗？嗯。那住在哪里呢？啊？哦，巷里面房子里。我咖啡桶的，我加桶的没？没，我吃过多。现在条件是好了的。哦。哦。哦呀，搿顿讲呢。那外面他们坐在那边算什么？嗯，村子不一样吗？一样。帐篷分村子。他们这个是两个。
你，拿了。哦。现在咱们刚还认识你吗？啊，不认识。我想嘛，你带着这样的。走嘛，你走嘛。一样做嘛，哎呀。哪里？什么？不买。他也不喝，他平时喝的太多了，那人越来越瘦了，骨头一样的，饭不吃了。痛，忙不通了。他也不明白。他咋几买的？说把炯的呗。他长身体嘛，现在要长大了，他喝太多不吃饭了，饭吃的少了嘛，那不行，那长不大了，力气没有。吹你，那对，搬一下。好，随便的，怎么样都可以，你来嘛，用力，哇，我骨头断了，我的骨头断了。你的力气太大了，哎呀，太厉害了，哇！哎呀，要不动，太厉害了。有力气吗？没有力气的，力气，你是男的，你别忘了，你不是女的嘛，那这点力气不够的。我动都没动呢，你全部用力气，那还不是不是嘛？我老了嘛，力气你还是不行。怎么了？疼了？啊？OK， 加疼的。可多吃点饭他吃的还不行嘛，喝太多了，对吧？啊，刚嘞，等一会儿喝完了吃完了，对不对？再把那个药抹一下，不要忘了自己弄啊，我想不起来。阿念哪里去了嘛？啊？
啊。علامة اه وصلنا عاشر علامة ثلاثات كده 你要念经吗？你要念经吗？啊，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拍一下嘛。先吃点东西，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吃的吧。那他们开始了，我们先吃一点再说了，好不好？有。
없어. 들 때는 더 나와. 그 하지야. 들 때는 그 아, 자꾸도 내 깡이야. Rita, masih ya bersama tinggi. 上班得要不要唱？这个嘛，这个不买这个，俺就拿票。 겐 뜨라서 나你在住哪里了呀？肚里那些肚。啊，你们是列住。假的。不是呀。Mama looked at some New York. Doch, je moet dat niet meer. Dan moet ik dat doen. Moet dat niet meer. Moet ik dat niet meer. Ja, dat is jong. Ik dat is jong. Ja. Dat is jong. Starko, starko. 说来听听嘛。哦。哦。啊，那个说，哦。啊，那搬了新房子的，这个哦，还有冰箱嘞。我去过多少呢？热了，热了。哦呀，对对姐。
就对。这是这个三牛嘛，Yan.它有张脸的这样。 Yang ali yung lo na sigduka. 我人嘞，知道， Sa kutong. 这样人很多。 Eh, tada. 哎，这，我讲没得，你是都干的。可能。反正现在都不能太多了吃。Thank you.
怎么没人呢？有这不吃鸡？年的。都关鸡。来，我把这鸡。没毛包没。Gel şimdi. Ah. 对了。等安妮他们。安妮他们做什么嘛？我们去过在那里嘛，他们在这里嘛，对不对？他们不管嘛。好，什么意思啊？我看到了，哼，他一个人嘛呢？你自己开车吗？不中他们没来吗？宁国。哦。昨天你来了对吧？昨天来。他们说了的，他们说国家来了。晚上。看到吗？他们说了看到你嘛。他们不是另外2个人，你认识的，乡里的。乡里的人你认识的。今天干什么嘛？中秋。今天跳舞没到吧？有。哎呀，那怎么办嘛？我不知道的，他们来嘛？我们干什么嘛？我舍不得来干的哟。啊。走吧，我们去茶馆去，哪里有嘛？啊，这个人，给他找好了，这个人，你发现了？啊，你发现了，小爷。
我你喜欢的。好，怎么样？可以了吧？然后去哪里？你认识吗？不认识。啊？不认识。这不是，这是说妹的吗？是东北的。他睡着也会有声音啊？对，真的啊？我也